友大家好啊！如果你喺 New York 咧，你好多年前我哋已經喺1480嗰度做廣告，如意珠寶買賣都如意啊！所以其實我哋24年前開始喺 New York 唐人街開始做生意，咁然後後期咧就搬咗嚟法拉盛。但我哋因為你其實喺珠寶行業要生存係非常之困難嘅 ，OK？ 咁我哋咪不斷你要生存。窮則變，變則通。你想點生存呢？當時我就諗到一個，就係以收購黃金嚟，因為當時喺 New York 可能有中國人起碼都有幾百間鋪頭咧，又話通唔止啊，唔係千幾間都有啊，有啲係專門賣俾老闆喺 Canal 街嗰度，起碼接近1000間。咁我發現一個問題，就係冇人打廣告話收購黃金。咁我哋係全 New York 第一個打廣告嘅收購黃金，係咪啊 Tony 啊？係我亦冇人敢賣廣告話收購黃金，因為佢哋會驚收購黃金咧，就驚佢哋自己啲貨會係收緊，佢哋做新嘅，所以但係當時我100%肯定係由 Lina May 首創嘅，係我哋就喺1480打廣告係好貴嘅，幾千蚊。但係如果你想喺一個行業生存，你就係要打廣告啦。好似 Brunel 美國嗰個網絡公司，佢開始生存，佢用咗4000萬美金去打廣告，係4000萬。嗰日我係唔知點解錄少咗，係4000萬。所以你任何行業嗰陣時，我哋喺1480大幅度打廣告。世界日報大幅度打廣告，所以人哋都知道如意珠寶買賣都如意，所以我哋24年前已經係主打係收購啦啊！所以就咁，人哋話人哋一睇到，因為冇人咁打廣告話收購黃金，係我哋第一個好重拳出擊，因為廣告係好貴嘅，唔係咩咁個個都馬上就已經人哋會記得。我哋嘅如意珠寶咧，即係我嗰陣時我好少話用 Lina May 啊，但係依家係用 Lina May，OK。但係20幾年前，人哋記得我哋就係如意珠寶，因為日日喺1480如意珠寶買賣都如意。世界日報我哋打好多廣告啊，因為你其實都係真，如果你想喺一個行業生存，你有咩優勢啫？係咪咁我哋以買賣黃金咁啊生存咗落嚟啦。最高峰嗰陣時，我哋請咗2個人，通常嚇我哋又冇咁誇，我最高峰嗰陣收100幾200個㗎。冇講幾多，反正就嗰陣時最忙嘅業務嗰陣時，我哋請好多人，即係一收咗即刻。要去賣你，因為啲金價浮動快啊嘛，係咪？同埋浮動，我哋一賣咗即刻，即係我哋嗰個員工就即刻去幫我哋賣，因為即係個金價浮動多，同埋咧就因為我哋都要現金周轉咧，你啲金價係咪？你金嘅時候，你係咪你唔賣咗你冇錢周轉？黃金1000蚊嗰陣時，哇！嗰啲人真係〜立晒嚟幾多？我哋最旺嘅時候真係一收咗即刻每人立好多誒。反正你諗下，我哋有幾個員工係即係一收咗金即刻去賣金，係咁嘅咯。係啊。OK， 所以因為黃金佢牽涉嘅資金比較大 ，OK， 咁我哋都需要現金周轉。你話好多人話你唔賣咪發啦，你邊有咁多錢去 hold 啫？冇可能㗎 ，OK， 就係咁咯，就真係呢個行業帶俾我哋好多都，所以好多嘢喺入邊啦，所以你話叫我講故仔啫，講幾日我都講唔完嘅 ，OK， 所以就係呢個係喺我哋嘅行業嘅流落嚟嘅沉澱落嚟嘅精髓，就係如意珠寶以前啊買賣都如意1480日打廣告嘅，幾千蚊一個月咁打㗎 ，OK， 都係咁打，但係直到依家為止。我咧就主要用我個名 Lina May， 咁你已經喺行內有一定嘅名氣啦，亦都得到好多朋友嘅肯定，所以我哋就唔使廣告啦啊，但係就我哋初心不變，當時我個口號就係誠信專業，當然做珠寶其實最緊要就係誠信，如果你唔誠信，你係冇可能生存嘅。所以人哋話點，你冇咗誠信，你冇資格做珠寶㗎。OK， 珠寶我記得我嗰陣時喺 GIA， 我喺美國寶石學院 GIA， 即係嗰陣時我哋讀書都係第一句就講明
一定要係好誠信咁，因為珠寶係最需要係誠信，係咪？你知道嘅嘢一定係咩嘅？係第一個我哋學習就係要誠信，所以我哋24年前我哋嘅口號係誠信專業，直到依家都係冇變。OK，誠信專業同埋依家就叫做與時並進啦，因為網絡嘅發展，我哋依家嘅重點已經係喺通過網絡嚟推廣啦，所以就誠信專業與時並進。好多謝大家嚇，請大家訂閱我哋嘅粵語頻道。所以依家如果要講古仔，真係講幾日都講，因為我哋係真真正正係好投入，all in 全力以赴咁投入喺呢個行業，所以就好多嘢可以講嘅。OK， 好多謝大家，誠信專業與時並進，thank you。